好吗，朋友们？谢谢。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，那朋友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们的小伙子将会以比赛的方式呢来赢取我们的芳心。可能大家都已经发现了，在广场的两边，我们为顾亚小红准备了独木桥和推敲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场上顾亚小红呢将会分为两个队来进行，大家都记好了。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的红队，左手边的是黄队。稍后的时间里呢，我说开始，两个队小伙子要分别往这推球上面爬，把推球上的鲜花摘下来，然后走过独木桥，把鲜花送给他心爱的姑娘，博得姑娘的芳心，再把我们的姑娘给抱起来，一起走过独木桥，一起在秋千。看哪边动作利索，并且呢是要把姑娘安全的抱在怀中，不受到任何伤害。先到完秋千，算获胜了。朋友们听清楚了吗？清楚没有？清楚了是吧？那既然是比赛的话呢，也就不能少了裁判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要邀请我们在场的所有来宾朋友呢，来到这场比赛的裁判了，愿意吗？可以，愿意。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拉库族语言呢，要教给大家。因为在稍后比赛的过程中呢，我们所有的来宾朋友们呢，都需要来为咱们的贵亚同台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朋友们，跟我学一下 ，Yati， 哎，再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，朋友们 ？Yati， 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加油，加油！对了，所以呢，待会儿呢，我们所有的来宾朋友呢，都需要大声的喊出来，咱们的贵亚小美才加油，好不好？同样，裁判们要看好了，贵亚头上戴的头饰呢，必须是由男孩子给戴上的，而且在没有戴完秋千之前，头上戴的头饰呢是不能掉下来的，否则也算是犯规，好吗？好，现在姑娘小伙呢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加油！在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获胜的小伙呢将会得到的是同样我们金鸡准备的花环，而输的一方呢就要受到小小的惩罚，那是要恭喜我们获胜的小伙呢绕场一周，来加油！我们的裁判呢也要看好了，不能让我们的姑娘小伙子来犯规了。来，有请他们，然后他们将得到的是姑娘和他们精心准备的花环。华队的小伙将愿赌服输了，要背起我们获胜的小伙呢绕场一周。欢乐。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朋友们，还记得咱们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民族是哪个民族吗？基诺族，确定吗？云南省有几个少数民族？26个。26个。还有其他的答案吗？26个。确定26个是吧？52个。越来越多。还有没有其他答案？37个。哎，答案越来越多了，22个又少了。28个。其实朋友们，云南省有25个少数民族，加上汉族呢就有26个民族了。然而每个民族呢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、不同的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节日。当然，小伙们谈恋爱的方式呢也是别具风格的。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们将一同来欣赏基诺族非常独特的恋爱主演舞。朋友们，生活在美丽的西双版纳，听同时
致的基诺族，姑娘咱们的恋爱方式自由而浪漫。当小伙看上哪位姑娘的话，第一步呢是千方百计的抢到姑娘头上戴的头饰。如果姑娘没有再要回去的话，就已经证明了对姑娘的已经答应了这样的追求，两人呢就会手牵手和一起跳恋爱竹竿舞了。哎，我们这位基诺小伙呢是看上咱们这位非常可爱的基诺族姑娘了，再用头饰把姑娘给套回去。走到咱们的这竹竿镇里面，接受姑娘咱们的祝福。在茂密的竹林里，咱们的基诺族姑娘小伙们互相追逐着自己心爱的恋人。但是朋友们，这两位姑娘小伙们是否真的能牵手走到一起呢？那就要看他们是不是能顺利的过我们这竹竿镇喽。重重竹竿镇的观体观还有男性的在这里呢，也想邀请在场的所有来宾朋友们，把您最热情掌声送给他们，让我们来为他们祝福。去干部吗？哎，掌声呢非常热烈。有哪位朋友对我们这竹竿镇感兴趣的，来举个手试一下，有吗？